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 AM 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气象局发布了今年度的风台黄芳的海上风台警报，即恒春半岛有那禁止游客落去玩水。来看到这海客攻击总统府变做资料用户函发布媒体。国内小说高岗无确诊的病例，台湾市今仔核准一间舞厅恢复营业。中央气象局发布了今年度的风台黄芳的海上风台警报，讲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明仔台东、富冈、渔港来回兰屿的客轮是取消的。新北市下晡有那落大雨，气象局嘛针对着新北市在内17个县市发布了大水洪特报，啊，即嘛恒春半岛嘛已经得到雨，阿差红旗禁止游客落去玩水。轻度风台黄芳暴风圈加向巴士海峡接近，对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海面造成威胁。气象局发布今年第一个海上风台警报。随着它的靠近，我们预估明天中午到下午之间，它的暴风圈会影响到我们的近海，所以气象局发布巴士海峡以及东南部海面的海上台风警报。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17台东、富冈、渔港往返南水客轮全工取消。礼拜日下晡3点，南苏到后壁河航班也取消，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加中岛过后对流发展旺盛影响，新北市的随风下晡出现大雷雨。随风往高分的车路，因为大雨致使土水冲到100控制管道顶悬，上山落山的道路也部分积水，暗过通报过后已经处理。现在栅栏前面就管制了，请你们上去了。另外，伫恒春半岛沿花山堡也插红旗，禁止游客玩水。扫兴啊，当然啊，好不容易有人了，对不对？在这边闲那么久了，疫情个呢，啊无多啊，风台来了无人啊。没关系啊，就回饭店。今天还是要住垦丁啊。对。游客只好收物件，准备登去饭店玩水。因为疫情转好，昆丁饭店业者普遍拢有7成的订房率。这几天订房率比以往都比较高一些，那今天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客人都没有取消。虽然饭店订房无受风台影响，不过气象局针对新北市等17个县市发布大水洪特报，也提醒新竹、云林、嘉义、山区甲南投地区若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发生的几率，民众都要特别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治安的安全。就伫5日从总统就职进前，总统府对昨暗开始小说有海客攻击，甲4月蔡英文总统甲行政院长所争抢见面，为了所准备的资料变作用乌函的方式发布媒体。总统府即摆已经报警处理，嘛已经讲有掌握到海客来源，而且海客攻击冇可能讲一直会到6月7日把函刷。15暗时，总统府电脑传出被海客入侵的事件，部分记者暗时收到总统府寄出来两方总统4月甲院长苏贞昌会面的资料，内容也佫经过处理变质。总统府赶紧发出声明澄清，想未到10日一早，这小号佫寄出新的邮件，不过是将散发文件小号标示危险小号。根据了解，个案相关单位已经掌握海客来源，对方目的研判就是散布假消息，来打乱收配人的认知。我们高度的可以怀疑说，这样子的一个治安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骇客攻击，而是包含了非常恶意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作，甚至也令人怀疑到是520我们在总统就职之前，可能是有一些在对台湾的社会或者民心、对政府不信任上面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总统府已经启动调查，清查加强各部会、甲首长治安防护工作。专家提醒，除了唔通黑白点来路不明的批以外，平常时要加强防毒软体更新。治安人士佫指出，海客有计划性先骇入府方无聊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电脑，摕到内部文件，佫修改文件内容，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台湾是第一摆看到这种手法。国安相关单位一定要赶快的来做彻底的清查，并且了解到底有多少资料被外流，以及到底是从什么管道外流。国安单位研判，海客不止伫5日空进前会密集发动攻势，而且可能也会一直进行到6月7日，把函投票了后2-3天为止。蔡政府高度重视，国安单位也甲检调单位积极对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第一，讲日空之前，中国有哪动作？中国对着台商佮释出优惠的政策，发布讲要帮助台商的11条，包括讲要对台商减税、解决贷款，也可以当进入中国的新基建。互因疫情过了后，会当恢复生产。有台商感觉讲减税真实际，不过有哪台商反映讲这是看有假无。积极支持台资企业增资扩产。5日空进前，中国各大班甲发改委等部门发布11项措施，帮助台湾企业伫疫情过后复工复产，包含对台商减税、减免社保费用、解决贷款等等。同时协助台商进入新基建，有认真的意味真高。各大班主任刘继翕15号亲身出席11条政策说明会，向台商信心发挥，强调两岸情势真严重，不过政绩一定战胜邪恶。应该说助力台企11条。应该是呢，拳拳到肉，干货满满。这个新基建的这个发展，那如果可以让台商也参与到这里面，它绝对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未少台商表示，对这11条真有感觉，不过有人私下透露，应该是看会到、食袂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表示，即马中国提出优待11条，真明显是中国经济受到贸易战、疫情这冲击、限制困境的影响。陆委会也认为，这拢是统战宣传。目前看来，都是原则方向性的内容，政府相关机关都严肃看待。我们也呼吁中国大陆应确实了解并解决台商因疫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非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统战宣传。经济部也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甲武汉肺炎发生了后，其实有不少关键大厂要求旗下供应链刷出中国分散风险。虽然中国推出优惠的措施，不过台湾工厂依然会对客户或者是顶悬的供应链要求刷旗，出事恐惊真害逆转。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到这各种的教育会考，伫今仔日甲明仔载举行2天，受到疫情的影响，考生入去考试场拢爱磅体温，专程挂喙安。今仔有27个考生发烧，来启用备用的考试场考试。伫新北市，讲有一个考生伫考数学时阵，还佫调工伫乱。各种教育会考，家长袂当陪考，只好男囡仔来加油，看囡仔入去考场，不过不少考生讲真紧张。我现在也觉得很紧张啊，所以我带这个，我觉得气势会比较好一点。就用酒精消毒分流量体温，进场真顺利。第一科社会科全国12个考生发烧，启用9间备用考试场，到第2科数学各增加6人，各启用6间备用考试场。第3科国文各增加8人，总共17人已经启用14间备用考试场。一旦进入第2备用市场的学生，接下来的考试以及明天的考试，他们通通都会留在第2备用市场继续考试。刷到备用考试场的考生，刷去科目拢爱隔离考试。全国只有1位考生因为居家隔离，应参加过第补考。虽然疫情缓和，不过部分县市也提供假帮，予学生中昼食饭时阵使用。因为天气热，冷气门窗拢开，考生反应无问题。不过新北市一个考场考数学时阵，一个考生无想要挂喙安，恶意扰乱。该科不予积分，不过目前就是依这个都会在提到会上逐一的做检讨。考题方面，社会数学甲国文协助分析各种老师认为难易适中。社会科图表题有5成，生活化而且多样性。高题通车加信息集题，数学强调生活中的数学素养，国文出在多元，下学科通证。这个学生如果他的阅读能力能够阅读的范围能够更深更广，对整个国文会考上是能够掌握的。把很多的一些图啦、表啦的数据把它读懂，然后呢，以后你的生活情境可能会用到，这个我想才是最需要的能力。因为疫情延迟开学，今年会考减少范围，第一天也是为一早考到4点40，加上中昼过后，风台会部分县市带来大雨，状况未少，好佳在拢算顺利结束第一天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嘛要关心的是 WHA 后礼拜就要召开了咱台湾游玩业的红邀请。最近在国际上声援台湾的行动甲声音真侪，讲有那引起中国不满。外交部即嘛是呼吁这 WHO 爱拒绝政治操作，讲有那坚持争取到上落尾。
WHA 18度要以时程方式召开，近来美国行政甲立法单位几下摆公开呼吁台湾应该爱受邀请，有望甲超过600位政要，佮卡联合伫函予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验过各国支持台湾参与 WHA 行动，引起中国不满。美国外交政策的公布，中国要求各国联合发出警告批，爱谭德赛遵守一中原则，袂当邀请，也爱阻止相关国家伫会议中提出台湾参与的问题。强劲的国际支持，充分的印证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以及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正当性。中国持续在国际场域滥用它的影响力，不当的横蛮施压各方，再加上 WHO 的秘书处未能够坚守中立专业的立场。台湾目前还未受邀请，也毋过政府表示会拍拼到最后一刻。中国毋但主动台湾参与，也甲美国就病毒起源几下摆交手。对于美国伫中国早伫1月7日的消费引起武汉肺炎病毒样本，中国国家卫健委虽然批评这是断章取义，也毋过也承认确实有消费病毒进行管理。主要目的大家都明白，就是为了防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风险，防范不明原因病原的对造成的次生灾害。中国疫情也在继续，尤其吉林省苏南市爆发团体疫情已经封城，严闭管控。市委书记李平辉15暗也因为防控不力方便急。免去原舒兰市委书记李鹏飞的职务，由吉林市副市长张敬辉兼任舒兰市委书记。中国政协人大2会2122就要登场，疫情却充满变数。中国人大宣布，这摆2会考虑缩短会期，相关采访活动将精简，采时程方式进行，也只邀请部分伫北京的记者采访，无邀请境外记者临时前往北京采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今日股市零确诊，已经是连续9天无新增加的病例咯，所以指挥官陈时中有哪特别带防疫团队去夜市食卤肉饭，有哪鼓励民众也甲保护做好，会到倒转来正常生活。另外，公司嘛要来透帮商务人士的检疫规定。赵安祥就跟我讲说，9令来了啦。我说我说9令来了，有这么大咖的来哦，这真的是很好。然后没有，是9个0啦。例行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趣味开场，国内拜六继续维持零确诊好消息，连续9天无出现新病例。为了让疫务搁动起来，指挥中心当天起放松商务人士入境检疫规定，针对短期商务入境，规划缩短检疫5还是7天。采用到第5天才验，那时候病毒量比较容易被验出来嘛，然后可能会放行2或3天，这大家还在还在讨论说要放2天还是3。那这2-3天里面，怎么样做一个密集的自主健康管理，能够确实掌握他接触的人跟那情况。指挥中心认为，目前观察武汉肺炎大多数伫发病前2天有症状，所以调检疫5天后采检方向规划。也过如何定义短期商务入境，要由经济部提案建议。长期入境者有缘需要维持14天伫厝检疫，除了检疫活动将放松，但是中也鼓励民众回归正常生活。中岛防疫团队到面点仔食卤肉饭，重新习惯防疫新生活。像这样的一个相对这种小吃店。那里面来的可能都是各个都不认识的，然后都是大部分都不特定对象，那把它隔开来，大家就觉得，轻伤的是了哈。疫情累落来，正是国际学校毕业季。指挥中心表示，若讲会当落实手的清洁、社交距离、闭闭空间挂嘴安、加游览车坐人数减半等防疫细节，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也是会当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疫情转好，伫台南市嘛已经核准讲舞厅恢复营业。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有一间舞厅申请通过，今仔会当恢复营业。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新北市的舞厅也是8大行业，绝对是排伫上尾的阶段才会解决。来到舞厅入口，门口打出防疫公告，提醒需要徛名登记，并且遵守防疫规则。这是台南市第一间申请恢复营业的舞厅。正伫室内舞池封闭，对面倒阿椅啊，桌顶放透明的架板，这位是采取梅花座。台南市长黄伟哲顶日前往了解舞厅防疫措施，经发局15开出6都第一张稳准舞厅复业的公文。虽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有规定，我们也没有说，就是说市长一个命令说大家可以开始营业就开始营业，还是要经过经发局的一家一家的查核。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查核，一家一家的准许，所以有来送件查核的，我们就去查核，查核通过就准许他们。对补贴改进，黄伟德强调，市府将一件一件看，经过讨论了后决定，过程无时间表。除了要求业者签切结书，若违反防疫规范，业者需要受罚，并且歇业1礼拜。面对补贴敢是改进，汤市长郑文灿表示，酒店甲补贴无达到防疫标准，只要会当达标，全国同齐，汤圆也会实施。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包括戴口罩、实名制，以及社交距离1.5公尺。目前酒店以及舞厅确实还没有到达标准，所以目前还不能解封。为了要确保社交距离，让我们的疫情能够确保安全，绝对是要等疫情几乎非常能够肯定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下这个解封令。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回应。新北市的补贴也是8大行业改进，绝对排伫最后阶段，因为这款场所真歹保持社交距离。传出台北市考虑伫5月25 8大改进，侯友宜表示，对别人安怎做，伊拢尊重。也毋过新北市爱等到疫情会当讲稳定才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透放，交通部嘛确定讲交通观光防疫措施透放的3阶段。后礼拜下晡指挥中心规划8月要启动国民安心旅游的价值补助，就是要甲国民旅游推出来。国内疫情等候，交通部礼拜5下晡开防疫会议，通过交通观光防疫措施放松推动草案3阶段。5月17，观光业者组成采线团修法启动防疫旅游，继续到7月31。第4阶段国内安心旅游时间为8月到10月底，配合各种补助方案，10月开始进入第3阶段。国际观光旅游加边境管制慢慢开放。第4阶段国内安心旅游虽然是hiệu大大规，不过交通部规划会推出补助，带动各路市场。如果我们要从优惠、强力行销来看，一定要确保整个这个旅游的环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会比较这个确定，就从8月1号开始，经过全面的防疫旅游以后，确定以后，我们再来宣传。边境解封爱等到10月，旅行社会抢这各路大饼。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烦恼，国内超过3000间旅行社，9成主力拢是国外旅游，要以各路市场挡到10月，恐惊还佫需要政府佫纾困。可能考虑就是纾困的观光业纾困要推出这种所谓的3.0，在就是7、8、9月这3个月，再给观光业做一些相关的帮助，包括可能在就是人才培训或者薪资或者各方面的部分，应该要再考虑。交通部强调，这个草案会伫下礼拜公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核定了后实施，各种的措施也会看疫情来调整。6月7日开始代替高铁车内用食物件，不过食了以后依然爱挂喙暗。5日节年假开始代替长途恢复车票，高铁也未自由座车票。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意大利的疫情等候意大利政府是通过了6月初3开始开放交界，允准民众会当出入境，其他门店餐厅这营业场所后礼拜一会当恢复开放。不过，依然有民众心内讲会惊惊。意大利总理孔蒂甲科学事务部长在会议参详了后，16正式发出政令，意大利会为6月初3开始正式恢复边境开放。允准民众出入境，同时间也解除华科刷鱼禁令，这是意大利生活回归正常的重要一步。另外，罗马等地餐厅、铁头毛店家店家10月开始也恢复营业。Sfide sono enormi, sono incommensurabili, sono soprattutto incerte, insomma il senso di incertezza domina sovrano su di noi. Comunque noi siamo abituati a lavorare, a rimboccarci le maniche, a fare il nostro lavoro come sempre abbiamo fatto, ad accogliere i nostri clienti al meglio. 意大利疫情为今年1月底爆发了后，强要失控，确诊了后的死亡率真悬，佮被叫做欧洲版的武汉，也是全欧洲上早实施全国封城的国家。全国确诊总数超过22万，是全球第5，死亡人数超过31000人。不过疫情慢慢缓和。
当局伫封城超过2个月了后，5月初慢慢解除部分限制，开放公园甲部分学校上课。不过最近2天确诊的人数好亲像有相关的现象，要解封依然是有温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登的过来，今日有2件山难人意外。一个台北大学的爬山队有一个查某学生坠落山旁不幸过往去。伫台中市有闹爬山队去爬雪山时，一个查甫人雄雄倒落，出动直升机吊挂，不过嘛已经无生命现象。直升机真无简单降落，众人赶紧转接坦克顶的查甫人，虽然紧急赶往山骹，不过查甫人也是无生命现象。无呼吸、无心跳脉搏。我们的同仁立即实施 CPR。在那个之前，路边的民众也已经实施 CPR， 大概有2个小时多。15台中和平警消接到报案，有一个3人登山队前往被雪山东峰，其中一名查某人却伫5.7公里的所在，身体无爽快倒落去，紧急请直升机支援，也是救袂回来。伫南投也有来自台北大学的登山队16人，伫16前往碧落山，其中一名查某学生无细力跌落沙坎。因为那是摊帮处，所以他有绳索，他拉着绳索一直走过去那个摊帮点，但是可能就是在走的时候没有拉紧。滑落，它就一直滚下去。因为那个点的地方有好几处是垂直的。因为地形真惊，坡道接近卡直，救援人员找到伊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登山专家表示，这几天疫情累落来，前往登山人数比疫情爆发前加了大约5成。这2条路线拢真受登山客欢迎，其中碧落山讲是中环的4路之一，雪山东峰的挑战性也真悬。碧落山是属于中央山脉，它的地质会比较坚硬。那雪山山脉的地质，它是属于比较脆弱的地形，所以走起来其实还是蛮危险的。专家表示，2条路线因为地质无同，也拢各有难度。不过，因为山区天气变化大，加上最近对流真旺，较会有强降雨，建议除了爱做好事前的准备，也爱找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带路，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面来看，是这通化大园有160年的历史的福海宫，互人为了这航空城第3跑道征收的范围，去年有博杯决定讲要来清算，即摆又搁因为管委会决议要撤销历史建物的贴布，又搁出现争议了。庙宇建筑真有气势，雕刻精美，有160多年历史的大园福海宫，因为航空城计划伫第3跑道征收范围，签庙争议几啊年。去年博杯决议要搬迁，即马阁因为管委会决议撤销历史建筑贴布，阁起争议。最后那个一殿，那是全台湾唯一一开始把那个这个叫脊梁上面呢，一般都只有双龙抢珠，它是9龙抢珠，所以这个9龙翻墙是很特殊的。福海宫被研究过金会仪式被登录为桃园市无形文化资产。2017年庙方阁申请提报历史建筑通过，当时挨着航空城计划也未审议通过，决议等通过了后才公告。反对者质疑搬迁案无完整评估计划，拆迁补偿，即马阁要撤销历史建筑提报，坚持原庙搬离，无同意拆除另外阁起。现在没有公文给我们，都没有。还没有公文给，但是新的地方有说在哪里？我有去看过一次了。长经有讲的吗？都还没。主委强调，交通部提出位置大园海军基地新地址，也有去现场会勘。若讲庙体被列为历史建筑，搬迁上需要搁较侪程序，撤销提报，搬迁较弹性。文化局表示，福海宫敢是历史建筑，也在界定阶段。会勘了后，以文化资产程序提上审议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没错，详细来看明仔载甲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哦。来看到这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来看到这南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5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1度。华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温度是23度到31度。来看到未来这几天的天气。
以上是今仔日的 AM 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我心刻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一条，啊第二条，戏第三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有人甲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会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阁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带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放下西凉无人管，为心只有大讲一句。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